由台南市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公会、台南市大台南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公会以及台南市建筑经营协会共同举办的2022城市论坛来到第3场，以建筑产业创造未来城市发展的安全舒适为主题，邀请知名中介业董事长李同荣以及代销业霸主总经理曾俊胜主讲。由新检3个建筑产业人物理事长的吴玉山担任引言人。论坛第3场的讲座的题目是建筑产业创造未来城市发展的安全趋势。经营环境就也面临就是人力短缺了，因为就大家也知道现在工地都缺工缺得很厉害啊，所以台湾建筑产业未来的发展会慢慢的走出这高劳力的形式了啊。而且符合节能与环保概念的绿建筑，还有结合智慧科技，我觉得人工智慧现在是流行 AI 哈，创造出这技嘉比的智慧建筑，也就应运而生。这个是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城市发展的输出了哈。这摆特别邀请行政院顾问。同时，嘛是台湾建筑中心副董事长徐文志主持，介绍由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公布实施的国家级绿色建筑认证规范，以及未来建筑的趋势。这个部分就是考虑到人的一个在建筑物里面使用的一个环境。那由于就是现在目前大家对于那个健康建筑的议题的一个关注那么所以说它的一个整个在全世界里面，那么申请这个威尔的这个标章的部分，它有相当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快速。无论为倒一种专业的角度出发，建筑甲人的关系拢分袂开，刷落来应该如何创造居住安全，以及甲环境的和平共存，将成为未来上重要的议题。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